德国有一个画家，敢若3岁，有人出价超过新台币1000万，想要买伊的第100图。这个3岁的画家2-3天就会当画100图，目前已经有2万人当要买伊的图。 就来摸到伊上介意的孔亮铁道米亚建立起家己专属的画室。当地德国巴伐利亚的3岁小画家罗兰特，也个下流子啊，身高只敢若95公分，甲伊的画布寸脚差不多。伊摕着阿古里的颜料，接伫咧画布顶头，颜色真鲜艳大胆。 再加上抽象派画风，互伊 IG 伫4礼拜内就1万位粉丝，无到1年就累积9万位粉丝。也伫今年4月登上慕尼黑上大的艺术博览会，网友拢叫伊细汉皮卡索。 Und dann hat die Familie von dem Ganzen mitgekriegt, Freunde, alle haben dann gesagt, Mai, und was hat er nice gemalt, Mai, das ist ja toll, ich möchte ein Bild. Und mir war das dann irgendwann zu viel und jedem Bilder zum Schicken, Videos, wie er malt. Ja, daraufhin habe ich mir gedacht, ich mache jetzt einen Instagram-Kanal. 罗兰特平均2天到3天就能完成100画，伊的爸母讲，怎么已经卖出25百作品，大部分的计价拢伫1万到15000欧元，差不多代表35万到51万之间。而且有一个美国人一看到罗兰特的作品，就是出价29万5000欧元，超过代表1000万，就要买伊第100个作品。 因过罗兰特妈妈拒绝，另外一个超过2万人伫咧排队等咧要买罗兰特的作品。虽然这个买的人唔知影罗兰特所来会画出什么款的作品，其中一帮叫做 The People 的作品有超过5万人伫咧画价。罗兰特的爸爸讲，罗兰特会当家己选择家己的未来，无一定爱一直画图，也会当学乐器或者是踢骹球。因过罗兰特怎么也是继续开个人画展，和介意伊作品的画迷会当去欣赏。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辑。